好棒啊！台南大学台南大学举办那个传统艺术的竞赛，舞龙舞狮啊、立正啊、宋江镇啊，连表演都有，很棒哦。
高港的凤山镇也有来竞赛的。仁德大甲国小也有舞龙舞狮的。看人表演怎么放。舞龙对不对？真正表演。哦，光国小也有龙凤狮，光国小也有龙凤狮，哇！还有那个造型哦，哇，好棒哦，龙凤。龙凤造型，哦，好棒啊！表演好棒。表演，好多种表演，再远一点有跳绳的表演，看，还有车鼓阵的，宋江镇的中间那里那个车鼓阵，跳鼓阵，还有打鼓阵，小朋友就变得这么大刀哦，小朋友也有大刀。超新的。小朋友也就舞大刀舞的好啊。哦，好棒！你看。哦，小朋友也舞大刀舞的这么好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多莲花哦，好漂亮！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进场机现在收舞了，进场机现在收舞。进场机我要收舞。进场机后收舞了。进场机，好棒哦！进场机收尾。哦，表演哦。哦，那个表演还不错。